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可能是受今天亚太股市走势的影响，也可能是受昨天美股的影响。今天股市走势让金融消费者可以说是伤心欲绝啊，又是心口扎刀子扎心。今天股市直接就低开，整天都在震荡。财联社6月4日报道，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截至收盘，沪指下跌26个点，下跌0.64%；深圳成指下跌0.27%；创业板指数下跌0.83%。沪深两市成交额2.75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00亿。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缩量下跌，给人感觉从那 K 线图看，好像这个沪市现在面临着寻找方向，也就是明天周五。保不齐暴跌，但是也有可能往上反弹。总之感觉好像是选方向，当然暴跌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一直说这个股市往上它没有信心，往下它不甘心。为什么说这个金融消费者又是扎心呢？今天1344家上涨，4121家下跌，也就是又是4000多家股票下跌，走势分化，这才叫 K 型分化，典型的K 型分化。我看了一下，今天大概一半的股票跌幅是在3个点以上，可以说这个是叫极致分化，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只赚指数不赚个股。指数跌的不多，10几个点20个点的，但是个股是跌的稀里哗啦。我们先看看韩股，说韩国股市跳水，韩国老人贷款炒股，政府急了。韩国财长宣布将采取行动应对金融市场羊群效应，担忧杠杆化炒股。韩国综合指数今日盘中一度跌2%，三星电子跌1%， SK 海力士跌超3%， LG 集团跌9%，不到半年时间涨幅已超100%。韩国综指去年6月至今1年内更是涨超200%。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人群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10倍。你看咱们这个涨个10几就已经吹得不行了，你看韩国这儿直接涨10倍。韩国金融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前10大券商融资融券贷款余额已接近36万亿韩元，大概是1600亿人民币，创近20年来新高，较1年前近乎翻倍，那就是韩国人融资在炒股。今日有消息称，韩国财长表示对杠杆化股票投资的增加感到担忧，将采取行动应对市场羊群效应。外国投资者调整投资组合是导致韩国股市波动的原因之一。有分析表示，韩国财长表态意在提前管理市场预期，防范资产价格泡沫和剧烈波动。这个韩联社报道说，2万名40岁的中年人高风险杠杆爆炒三星、SK 海力士，人均投资22万元，还有几千名20多岁的人也加入了。也就是这个，你看看韩国融资的都是些什么人。韩联社3日消息，在持有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单只股票杠杆 ETF 投资中，40多岁投资者成为最大群体，无论是在人数还是总投资额方面均遥遥领先。这是韩国股市，它这个两融余额创20年新高，万一踩踏是吧，也非常惨烈。韩国政府也很紧张，但是沪市不要紧是吧？沪市才4000点。昨天新闻联播报道说长线外资看好中国，持续加码硬科技。财联社6日3日电说，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明晟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明晟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讯、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这是新闻联播说的，说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动市值超过4万亿元。
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咱们整个的是好像130万亿吧。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在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有网友就问了，既然外资这么看好咱们的硬科技，加码硬科技，也就是科技股，那国家队社保基金有没有加入，有没有买？但是前不久是吧，有媒体报道国家队已经有序撤出了。既然科技股这么好，硬科技这么厉害，外资都看好，那为什么咱们自己国家队不买呢？社保基金不去成为第3大股东什么的？还是财新网有篇报道很有意思，他这个报道给人感觉有点尴尬，说高盛说同样 AI 推动都是同样炒科技股，他说 A 股为何落后于美股和周边市场？也就是你看美股还是亚太，人家都是在不停的创新高，但是沪市到了4200点就下来了，来回震荡。就是我说的，往上没信心，往下不甘心。所以你看科技股也是，科技股这2天往人一弹也下来了，科创50的指数，很多人追科技股，有很多人实在扛不住了，把硅基的就是碳基的老登股是吧，割肉。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一个也不知道真假了，但是呢，当个故事听吧。这哥们儿拿了将近900万抄底那个五粮液，五粮液前一阵子不出事了吗？调整他的收入统计口径，五粮液跌到100，他认为到底了，一下砸进100万，900万去抄五粮液100块钱的底，结果发现底下还有底，1个礼拜不到的时间赔了100多万，200万，也就是现在还剩700多万。这哥们实在受不了了，这本来是进去抄个底，说有个10%就跑，散户都这么想的，我以前也经常这么想，抄底的，抄反弹，弹个10%咱们就走，咱也不贪，对不对？要10%，结果你一进去就被掏了1个星期，受不了了，他就抛了，赔了10几个点，100多万，他就追什么光通讯去了，科技股，这下股价在里面要死要活啊，很多散户都这样，受不了了，把老登股抛掉，去追那个科技股，结果这几天科技股在上下震荡。也就是你要在胡市想赚钱太难，没有一个市场像胡市这样的，它是猴市。所以你看，同是科技股推动 AI 推动，你看美股日韩股票人家气贯长虹，相对来说赚钱容易是吧？高盛说，他说美以伊朗战争让美国股市和东北亚地区部分经济体股市短暂的回调，但从4月初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这几个受益于 AI 股市大幅上涨，与3月31日收盘价相比，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25%， 日经225指数上涨 34%， 这个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46%， 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74%， 其中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累计上涨 110%。 你看人家最少的纳斯达克涨 25% 算少的。说虽然中国在 AI 方面也很有竞争力，但中国股市从这波 AI 浪潮中似乎获益较少。上证指数在3月23日盘中触及低点3794点后也大幅反弹，但是在5月中旬之后出现回调，也就是说人家都最少涨了 25% 了，咱们不仅没有涨，现在累计还是下跌 4%。今年年初到现在1月1号到现在，上证指数只涨了 2.9%， 就是 3% 都不到，上证指数涨了 3%， 2.9%。对于中国股市表现落后于发达市场以及东北亚股市，高盛认为你得给个原因，对不对？你给个说法呀？为啥同样都是科技股，都是算力，都是人工智能，而且咱们是 G2， 不是说了吗？未来人工智能这块只有咱们跟美国两人同台竞技是吧？其他国家都不再考虑 G2， 那怎么你这市场怎么跟人家差那么多？高盛就认为这种巨大分歧可归因于4个因素。哪4个因素呢？指数构建、软科技与硬科技的分化、政策以及增长表现。高盛表示，他说投资者看重利润增长，但中国企业的盈利增长一直疲软，
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7%，就是第一季度咱们上市公司利润还下降7%。你说你连续6年未能达到市场预期，这可是财新网报道的，这不是咱们的唱空是吧？咱们天天说这个，为什么说沪市它不涨，但是指数牛市，它的基本面根本就不支撑它涨。今年一季度整个上市公司盈利是下降7%，你怎么股市好歹是经济的晴雨表，你再下降你怎么涨？而且连续6年盈利不及预期。怪不得它指数不涨，但是你要说不涨，我因为天天说不涨，喜提禁言，不让你说。这个还是从基本面说的，说上市公司利润，还没有说什么制度建设，什么的公开透明，每个股票后面还有一个神仙，这也是咱都不提了。你就说实打实业绩，它也不行。这个我们一直说的，你说你炒 SK 海力士，你炒三星被套了，你也认了，毕竟人家业绩在那儿，实打实的，人家2年以后利润都在那儿。你炒那个被套，你也认了，对不对？你说沪市这些全部是叫什么市梦率啊，市盈率都是2万倍、4万倍的，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让谁敢炒？你一旦套住，你这一辈子就解不了套。所以高盛说的这第一个原因就是你的业绩不行，全靠吹牛，全靠讲故事啊。高盛说，自上而下，投资者期待的盈利回升迹象已经出现，但是由于持续的补贴带来的亏损，以及 AI 投资支出推迟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复苏之路。所以说不要看好像都是市场，你都是红绿市场，但你这个市场跟别人市场不一样，你这市场主要是讲故事，就是忽悠，就是割韭菜，没有一个实打实的业绩拿出来。我们再看这个是格隆汇，他搞了一个图，这个数字啊非常有意义啊。我们经常说这些数字，但是没有具体的数字来源。那今天格隆汇他搞了一个统计，统计什么呢？实际上就是2020年1月1号到现在6月3号，沪市一共558只，5580只股票。从2020年1月到现在，到底有多少家上涨，多少家下跌？从2020年1月1号算起的话，那么现在有3233只股票是下跌的，占59%，但是指数涨了8.5%。那么再往前算，2024年924行情启动的时候，到现在还有614只股票比924行情还要低。从924到现在，指数涨了70%，2600点吧，涨到4200点，最高是不是？但是你看，还有614只股票创新低。所以说沪市什么 K 型分化没毛病，还有100多只股票涨了10倍的、8倍的，你确实有。问题是你敢不敢买？今天我看有个人说，这个叫易中天，那个中叫中继续创是吧？那股票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知道那股票涨得很邪性嘛。那个董事长去年那股票是从多少涨到260，那个董事长啊立马就减持。去年1年前涨的董事长都受不了了，260多块钱，他不减持多少股我也没看，好像减持40多万股吧，好像是40多万股。好。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中继续上的 K 线图，说今年啊，这股票已经涨到1260块，也就是比那个董事长减持的时候还涨了1000块，也就是说45万股。因为董事长如果不减持，坚持到今年，那应该是46个亿吧，还是4.6亿，就少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股票涨得连董事长、连老板都害怕呀。他260的时候跑，他都害怕了，260的就跑了，减持了。结果1年以后涨了1260，又多涨了1000块，你就知道这市场有多疯。这个小散户赚不到钱太正常了，连老板都把握不住，都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到底值不值钱，值多少钱。我们再看这小散户赚钱不容易，不光是在股市，黄金投资这块也一样。咱们好久都没聊过黄金了。今天每日经济新闻他报道，他说蔡百店员称买投资金条者减少约60%。5家大行唱空黄金，黄金重大信号。一直看我节目的都知道，我是最反对去买黄金、炒黄金，还炒股的。经常有网友在我直播的时候问黄金能不能买，为什么不能炒？理由我说过很多回，今天不说，我只是说这个现象。这个黄金价格震荡下跌，黄金自1月末触及$5600每盎司高点之后，已经回落超过$1000每盎司，那就是熊市了，应该跌了20%嘛。目前在$4500每盎司附近徘徊，整体呈现冲高见顶、重心下移的态势。最主要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什么？黄金一跌，这国际投行都开始说看空黄金了，就这意思。
去年年底那都是唱多，这黄金要涨到8000，又涨6000的，涨7000的，都是看多。大家还有印象吗？去年多火啊！好多老太太，好多年轻人买黄金，定投黄金，这下全部被套。随着黄金价格节节败退，国际投行也开始反价。与此同时，国内金价跌破980元每克，也在登上热搜。2日，有媒体走访北京黄金卖场，发现北京市主流品牌足金饰品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至1370元区间，对比年初市场零售高点每克1600元至1700元，单克价格下调超300元，也就是你买个10克，你这3000已经没了，降幅约20%。6月3日，红星新闻记者在北京菜百首饰商场获悉，近年来购买投资金条的顾客数量有了明显下降，店员称顾客人数减少了约60%。你买那黄金那玩意是个死资产是吧？它也不能生息。我这个都不说那个黄金质量了，什么金包银是吧？金包铜，连品牌店都卖假的，都卖掺杂质的，对不对？还各种诈骗是吧？那咱就不说了，就说那个就是100%金的，就是死金，那它价格下跌了怎么办？完了那玩意又不能产生利息，是不是？我们作为韭菜买这玩意没用。有很多人说，等到社会乱了，社会乱世藏黄金，有黄金我就有饭吃，这些都是叫一厢情愿。真要是乱世，黄金恐怕能给你带来杀身之祸。要不然不可能说在地里埋着那么多黄金。那过去的地主为什么把黄金埋在地底下，连儿子都不能让他知道，对吧？这说明拥有黄金在乱世反而不安全，更不要说炒了。所以说咱们作为牛马韭菜，黄金这玩意就当做消费。你媳妇想要这个，有钱就给他买点什么金首饰是吧？戴一戴没毛病。但是你指望这个炒，说关键的时候能帮你赚钱，这就算了吧。不光是黄金啊，实际上炒股也一样。今天央视报道说，男子盲目炒股，亏光积蓄当小偷。当小偷干啥呢？跑金店去偷黄金。你说这倒霉催的。这央视新闻报道，大家愿意看自己在网上找着看见。我介绍一下，他说上海一金店发生窃案，近100万元黄金被盗，警方10小时急速追凶，将黄金悉数追回。说当晚啊，犯罪嫌疑人摸至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户护栏后，钻窗入室，不料一进店就触发了防盗警报。慌乱间，他四处翻找作案工具，用砂锅、板凳猛砸柜台，盗走大量的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现场留下了刀具、手套等作案工具，还有衣服碎片、纽扣、半瓶没喝完的可乐。估计边干的也挺累的，砸那玩意，中间还喝点可乐。警方根据纽扣和衣物碎片锁定嫌疑人核心特征，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一可疑男子，他全程倒退行走，倒退走是为了刻意规避监控的正面抓拍。随后民警进行海量筛查，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在金店周边徘徊，日常着装不断变换，你看还是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刻意伪装，但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这哥们儿喜欢喝可乐，跟那个特朗普一个德行。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线索追踪，成功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好了，犯罪嫌疑人于某交代，案发前2天，他的妻子因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家中只剩他一人。而在其平静的生活表现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困境如层层隐瞒。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因技术不好，经常把仓库的货摔坏，最终被辞退。被辞退后的于某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引发家庭矛盾，于是选择隐瞒。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储备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2人积攒10几年的全部积蓄，为了翻本还借下高额网贷。你看他还融资炒这个，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被裁失业其实无所谓，不是最惨的是失业之后开始炒股，指望着炒股来翻身。
这就是悲剧的开始啊！这个预谋炒股被套，完了之后再融资高利贷去翻本去补仓，结果下场跟那个建工爷叔是一样的。那怎么办？高额的网贷怎么还呢？上海建工爷叔人家有退休金，每个月有退休金到账，这哥们儿怎么办呢？他瞒着媳妇的，对不对？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预谋彻底慌了。在每日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防盗窗铁皮锈竹，栏杆松动，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目前于某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这个是央视报道的，我看是昨天的节目啊。你说这哥们怎么就点这么背？那他没去买什么光通讯吗？算力吗？存储半导体、人工智能，买的是老登股吗？还是什么？所以你看，从1月1号到现在，60%的股票都是在下跌的。今年新入市的韭菜一共是有人算了一下，不是2000万吗？有的说3000万。这新入市的韭菜那都是在交学费。如果新入市的韭菜买的是科技股一样的，那可能赔的更多，因为科技股的波动更大。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今天在网上闹得比较厉害的，就是粉笔的张小龙大闹人民大学。这个粉笔网到底干啥的我也不知道，我看他介绍应该是教人怎么考公务员、考编制的，类似于这种辅导机构。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开展职业规划讲座，就请了这个粉笔 CEO 张小龙去给大学生上课，讲自己的成功经验。据说这哥们去了之后，他们原本是要讲这个跟他主业相关，怎么辅导考公考编干这事的。结果去了之后，据说张小龙临时决定讲最热门的 AI， 在 AI 背景下，这是职业规划，就这个意思。跟那个学院的院长、书记沟通，把这个演讲的主题给他换了。好，换了之后，张小龙就开始在台上嘚讲，结果人大的那些学生不感冒，主要是你怎么任你说的天花乱坠，我他妈毕业找不到工作。现在大学生都这个态度，就你说的那么好听，老登儿，你坐那儿你赚了钱，你以为你是成功人士，你在那说一天，在那儿教育大家，大家也反正你教育完了，我也找不到工作。说台下的大学生的反响不够热烈。或许这些学生本来就想听听你讲考公，是不是？因为他主业就是考公。结果张小龙开始讲 AI 下面的职业生涯规划，由于下面人的打哈欠，不以为然，这没人听的，没人鼓掌，也没人在那儿把它当回事，大概这样，或者互动效果不是太好。所以这个张小龙突然就怒了。这个张小龙他就讲，他认为未来最有潜力的就业方向，说未来我们大学生干什么工作最有潜力的方向是炒股。你说这简直是吧，逆天了是吧？就业方向是炒股，说最好炒科技股，更好的是炒美股。这哥们这么一说，下面那学生听晕了。这个还不行，说最好是带着全家一起炒股，这不叫逆天言论吗？这个张小龙他举例子他说我上个月刚把8000万的现金都用来买股票了，已经挣了5300万，怪不得口气大，一个月就挣了5300万，买的就是美股。结果他本来在炫耀一下，跟大学生，人家大学生也没对这玩意儿不感冒。结果这张小龙一看，都吹成这样了，下面还没人鼓掌，还没有人感冒，哥们一下就叫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开始骂这个现场的学生了，说你们就活该，说你们完全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新的工作出来，社会就要什么样的岗位，要什么样的人才。你们这些人以后你也只能去考公务员，去混日子等死，大概这样的。这个网上这录音，网上好多。事后据说这个粉笔网张小龙要道歉，我倒是觉得挺好的，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就是你人大你喜欢请这些人去讲座，那不活该吗？对吧？这就是双向奔赴。人大为什么要请张小龙去讲座啊？那不就是因为他有个上市公司吗？他在香港上市。实际上他那个公司现在这玩意儿那就是个割韭菜的机器。2023年那个粉笔网在港股上市，幸好没在沪市上，在沪市上更是要命。他在港股上市啊，上市的时候好像9块，现在已经跌到几毛了，5、6毛钱，也就说明这个公司就是个垃圾。6毛钱嘛，那不就是仙股了吗？它没什么价值，它就是一个辅导班，教你怎么考公的。
有点流量，一吹你人大你就请他去讲座的，活该。所以说啊，我觉得挺好，没毛病。你说这都是什么人？他这个跟那个什么司马衷不是一个道理吗？何不是肉糜，对不对？你找不到工作炒股，未来你炒股的嘛？他张小龙的意思，他用 AI 工具来炒股，投了8000万，一个月就赚了5300万。你炒股能赚钱，上什么班，找什么工作？你说都是哪请来的这种人？教人炒股，炒美股。对，首先炒美股咱不说了，因为这政策不容许，不让你炒。他那是在香港，是吧？他那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有账户可以炒美股。你说人大的这些学生炒美股那就是犯法，你这不是扯淡吗？这不就是何不食肉糜，对不对？你炒美股，美股赚钱，但是不让你炒。第二个，你胡适你炒，你看看胡适已经36年了，多少亿人，应该是3-5亿人都有吧？有胡适的账户，赚钱的才多少？你忽悠这些人大的毕业生去炒科技股，这个高校现在不光是高校，社会上就这样，喜欢这种凭机会啊、凭运气赚钱的。他这纯粹是凭运气，粉笔网、考研辅导、考公辅导，你说他有什么技术含量？他有什么科技革命？他有什么东西？纯粹是被流量催出来的，对不对？这么一个东西，不知道当时哪些大佬给他灌的流量。投了钱，一下把他催到香港上市，一下赚了钱。这些人就是成功人士，学校、社会都请这些人去讲是怎么割韭菜的，对不对？不就是这意思吗？所以炒股，他只知道炒股、割韭菜。哥们儿，实话实说了，学校也受不了，这些学生也受不了，请了一个只会割韭菜的炒股的人，跑去给大学生传授经验，他只能传授这个经验，传授了嘛，这个大学生不满意。他只有割韭菜的经验。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